狐狸和烏鴉。狐狸非常聰明，它可以得到想得到的一切，吃到想吃的一切。但是保持聰明是很辛苦的一件事，狐狸需要休息，每天下午它都要睡一會兒。一天下午，狐狸從睡夢中被吵醒，是一隻烏鴉，它嘴裡叼着一片奶酪。狐狸盯着奶酪，看那片奶酪，它自言自語：它一定很美味，我得吃到那塊奶酪。狐狸想了又想，終於他想到了一個主意。狐狸假裝在睡覺，他伸了伸懶腰，他大聲打了個呵欠。狐狸抬頭向烏鴉看去，然後把手放在心臟上。哦，你好，我還在做夢嗎？狐狸大聲問。你是我見過的最美麗的烏鴉。烏鴉感到很尷尬，它不知道該說什麼。狐狸接着說：看看你的羽毛，它們在陽光下閃閃發亮。烏鴉把翅膀伸展開了一點。你的眼睛像月亮一樣明亮，狐狸欣賞道。烏鴉把自己的眼睛睜得大大的。這麼美麗的鳥兒一定有美麗的嗓音。狐狸狡猾地看着烏鴉，我多麼希望能聽到你的嗓音啊！那樣我會稱呼你為鳥中皇后。烏鴉高高地抬起頭，它張開嘴，開始喊了起來。嘎嘎嘎！它喊道。就在那時，奶酪掉了出來。狐狸飛快地縱身一躍，用嘴叼住了那片奶酪。烏鴉停止了歌唱。我的奶酪！它大喊。但是已經太遲了，狐狸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。你的嗓音很好，狐狸說，但是我想給你點兒建議，不要相信任何阿諛奉承你的人。